以色列官员证实，19因对伊朗发动报复攻击，不过各界拢无做出真大的反应，是避免提悬区域冲突。因为伫伊拉克一个亲伊朗的民兵组织20发生爆炸，美国甲以色列目前拢否认因有参与这个行动。 伊拉克的亲伊朗什叶派民兵组织人民动员力量所驻扎的卡索军事基地20发生连续爆炸，造成设备损失，甲至少1人死亡，8人受伤。伫中东局势清源的时阵，真受到外界关心。不过，美国甲以色列拢否认牵涉这摆攻击，整个事件正也伫调查中。 伊朗民众19正上起行上首都德黑兰街路抗议中部耶稣研究的重要城市伊斯法罕19遭受攻击。以色列官员早前已经对美国媒体证实，发动这场报复行动，发射3粒飞弹，摧毁一个雷达站，照出来展现以色列方面有能力来打击伊朗境内重要目标。 شنیده شد انفجار نبود شلیک سامانه‌های قدرتمند پدافند هوایی به شیء مشکوکی بود که 由以色列方面攻击规模有限，伊朗的反应也真平淡，表示是渗透者所做，讲抛落来无人机，敢若像佚佗物共款，并无点名以色列，也无搁再推出反制计划。加上第一时间，美国、伊朗甲以色列三方面拢点无表示，充分体现出卡到就停止，防止这情势继续清悬的态度。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iterated that it is high time to stop the dangerous cycle of retali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ppeal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work together. 国际外交行动也一直进行。拄则罗姆7大工业国外长会议也强调，会努力来防止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失去控制，并且寻求早日来结束加沙战争。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